欢迎收听1月26号的迦南之声，我是施倩牧师。大年初五 God loves you too。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以斯帖记3章3到4节，新年话吉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带来的话语是那让人或让自己能够吉祥，还是带来灾祸呢？传统初五是破五元年的日子，意思是年过到今天呢，要有圆满的总结了。破五跟元年其实是在不同的区域对传统的大年初五的一个仪式的说法，会借着打扫开始丢垃圾，然后把穷送出去。破五要把那个从各方来的这个可能会让我们今年不好的这些穷的不管是言语还是这看得见看不见的，要把这个穷送出去。然后借由仪式呢，就借着不同地区的仪式来迎接各方的祝福。所以元年呢，就是要让这个年节期间圆满的在这里做总结，然后要开始一整年带来吉祥的一年。所以在这个时候新的一年，我们的话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领受上主的话语，我们已经每一天都在迦南之声里面来听见主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的心意来更新。而那些使我们穷的心思意念话语，也就在这大年初五要奉主的名皆要丢弃丢出去。就像这个清运，就是垃圾清运来到今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初一到初四的时候是没有以桃园为例大年初五就是要开始丢垃圾，把我们生命中的垃圾丢出去，把我们过去累积下来的垃圾，不管是心里的垃圾，或者是我们讲话当中的那个好像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营养，得到帮助，得到祝福，甚至每当我们这样讲，我们好像在贬损自己，让自己受亏损。我们要改变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的话语中带着上主的能力。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在昨天接续着昨天讲到了哈曼，讲到了末底改。在这里面我们知道他们之间可能过去有一些祖先来的，或者是这个立场不同，甚至他们好像是有这个世仇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跟角色。然而今天的经文呢却是描述到一群在旁边好像跟这件事情没有主要关系，但是跟他们又有关系的一群人。他们的话语怎么去说，在带来的是让人和睦，还是带来的是让人分裂，让人彼此看彼此不顺眼？原来一件事情我们有中性的想法可能是这一方面的角度，也可以是另外一方面的角度，但可能因着旁边人说了一些话好像带风向就让你觉得还没有核实，还没有真是核对之后，就已经觉得对方是这样讲。所以话语真的很重要在新年的话语不只是在打那个高空炮说吉祥如意God loves you too更重要的是我们讲完之后，我们对我们话语我们是不是负责，而我们所讲出来的这个话是带来人生命的益处，还是带来生命中的亏损，这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诗篇37篇30到31节这样说：义人的嘴唇发出智慧的话，他的舌头述说公义的事，他心里有上帝的法律，他的脚不至于滑倒。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选择，就像我们昨天说的，那表面行为跟应对当中里面的那一个巨大的冰山，有很多很多看不到的东西，而它影响了我们的表达，影响了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心怎么想，我们就怎么说，我们就会怎么做嘛。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当末底改他拒绝在这身边的人，他的同事们，他们怎么想这件事情，他们如何影响他呢？王宫里其他的官员问他为什么不服从王的命令。哇，这是王的命令，所以
末底改他没有跪拜哈曼，其实这是犯法的。而在这里面呢，看似这群身边的官员这些同事们是好像是劝他就是天天劝他改变态度，然后好像末底改是那个不听的人。而且在这边说后来末底改可能天天被劝到觉得好啦，我告诉你们啦，因为我是犹太人，我不能向哈曼跪拜。哇，大家好像知道原因，又好像不知道原因。于是在已经知道了末底改他已经讲了他不这么做的原因之后呢，好像这个八卦记者这个狗仔队继续要去挖，他们要挖什么？他们要挖一个看好戏的心态。有学者说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其实当时王吩咐下令要人看见其他臣仆看见哈曼要向哈曼跪拜，可见得需要用法律来规定的事。看来这个哈曼其实在当时可能许多的官员对他是不服气的，而是为了讨好他，所以才为了要符合这个王的法律，所以才对这个哈曼卑躬屈膝。然而末底改除了他个人的原因，或者是他心里面那个我们不知道的冰山的原因，还有可能在这里面他看见人他们的这样议论他更是坚定他自己的想法跟态度。然而在这边呢，身边的人对他的劝告在学者的眼中或他们的解释里面，他们说其实臣仆告诉哈曼末底改不肯跪拜他，其实是要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群臣仆带着看好的戏的心态打小报告跟哈曼讲，让末底改是犹太人的身份被哈曼知道了。在这里这群人他们这样讲，在人看来我们可能会觉得那就是他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这样讲其实也没有什么错，因为这也是事实。然而在这个脉络当中，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不是那个话说的是或不是，很多时候是那话是不是适合在那个时候说，而怎么说，在什么时间说，然后我们说了心里面的动机是为了什么，这是上主我们的上帝在监察的。在这里面说，于是他们告诉哈曼，看他会不会容忍末底改的行为。所以在这里其实让人看到说，这一群旁边的人在末底改跟哈曼的冲突当中是协助他们越演越烈的。其实在家庭中，其实在过年期间，或者是在亲近的人的关系里面，很多的时候有一些话语我们或许不说，我们或许说，在什么时候说，他要怎么说才会带来适合或是对彼此都有益处的功效，这真的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可能包括我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说话的习惯，而这些说话的习惯其实我们不自觉，或者是我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态度，然而在别人的眼中、耳中或是心中可能累积了一些让他觉得感受负面或是对彼此亏欠的方式。恳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当我们要把这穷送出去的时候，也恳求主帮助我们把那个看好戏，那个心里面的贫穷，把那个比较的心态，把那个好像要有那种尊卑好像这样子才是比较 high class， 好像这样子就是比较 low的这样的想法，我们要重新校准到上主的心意里面，特别是在我们的表达当中。恳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也相信他已经赏赐这样的智慧，因为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说那吉祥的话，我们要画出那吉祥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一起再次透过这段经文来到你的面前。很多的时候看见两方的冲突，
或者是我们自己就在那冲突当中，主，我们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说，或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能说什么。然而主啊，你是鉴察人心的神，特别在我们的表达跟习惯里面，说话的习惯里面，帮助我们来调整。因为你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在那冰山底下深深的身份认同，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上主的子民。主啊，我们相信你，我们也相信你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从我们怎么说，从我们说什么，更从我们为了什么而说开始。在新的一年，愿主来赐福每一位你的儿女，都来经历你满满的爱，来经历从你来那赏赐平安赐福的意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我们的调整里面，我们也是在祝福中，在爱中，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关系中，我们愿意来改变。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 God loves you too， 上主爱你爱我，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继续来奔跑，继续来跟随活出上主子女的身份。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